法，你一定要重用啊！哦，我知道我可能我来重用，嘛按我去山下去快来重用，当前呢，所以我的头发，那么不得啊，这就叫做建立果实，啊对，哦对快哦，所以我讲做着一个国王咧做着一个啊福州晚会啊，吼，福州晚会就是讲，迄个国会内底当中啊，如果你今日去，哦，若要快的，哦，伊会互你快的，但是只要你有迄个条件，伊一定会完满你的这个需要。做负责的时阵，就是建立果实，就是把这个山下这个国王啊，你把发现无法你扭人啊，这国王讲啊，你是这个去创啥？你我是答福音啊，哦啦，安尼啊，你个知影意思啥的，无法扭人啊，然后今日去往迄个建立果实。当伊接着这个去甲头发哦搞阮的时阵，我有听着讲不出声，那伊收到就这个果实。当然听着我出声，迄是非常的欢喜，就参与讲当时迄个活动奖奖。好，因为伊到圣坛啊，因前迄个所在，听着的时阵啊，讲不出声，因为伊即时迄个欢喜啊，竖起伊个这个鸡皮疙瘩，不是一个不为的物件，听着伊就随咧笑，所以人迄一定有相当的境界。就他们必得果实一听就不出声，伊是啊向复杂进度尔，这是一个非常的难题，必须的物件啊卡住，所以迄时阵听着了，伊就开始要承担讲啊，为这个所在，伊才开始去，啊你摕咧去研究，所以伊摕着这研究了后，伊就无去报答着伊这个活动头发，其中拄着谁啊？拄着一位公路公园啊，落下着这个一支的那个青莲花，青莲花啦吼。这阵当时，伫迄个时阵，迄青莲花是足宝贵的物件，所以就得讲，你这青莲花吼，来开花，啊，我就有反应，但伊的时阵肯定，伊讲啊，你讲这青莲花创啊，我这个结婚啊。所以听着新闻名，这个中午啊，听着是动歹的，啊，安尼哦，安尼，我无意互你，但是你两支，我袂当因爱我是个公民，我袂当你离婚，所以我这两支怎讲？你想要去搞啊？哦，这个我们用分，无论你几多，伊迄阵的中国的迄个规矩是哪，就是花瓣。所以用着伊这个七八个果实的这个工业啊，画的一个保片啊、保盖片啊，你若自己太多，因为伊啊，它是不结，伊拢用一个保盖片吼，它就这水，它拢有那个花瓣的吼，拢是花瓣变花瓣，你看这花瓣共花吼，迄阵伫迄个印度当中啊，是拢用花瓣共花安尼啦吼，是流就是安尼，所以把伊一千年花。拢来做一个花瓣啊个供，所以希望这个保平啊，会当水着吼啊，这个伊去状况不来，所以头前我看着不来的时阵，因为头前有惊人，伊拢把伊个把这讲啊，都倒规个迄个红灯的啊覆盖起来，所以国家有这当中有一个叫做叫做二生共同，二生的是道，看起来大，就是二生共同。因为看到看无把头前，都有有打比较把伊头发把它散开，把那个头发散开，把那个家人把它昂起来，这个当然要昂起来。你不告诉我这个散发共同，这个散发共修。这里我告诉你，贡献拢加5年的钱啦，这个过去，这个什么东西，非得果实，这个显灵果实，以本身所做的康成，所以我讲不了怎么调，不讲，你这机会多少讲，伊自然也好，伊就让你成婚，但是你的名叫做哪，是偏名婚，所以这当中，这个偏名婚。
就是人民股份都是大科的名吼，所以金光经是第17分的可能，咱后头讲第17分的后壁就讲就是到位啦吼，所以营销有认真有情，咱讲伫这个时阵，咱把这到位，就给人讲，这个方案讲互人了解，第一84000万亿纳银行股份。这个纳银行吼，这个咱先了解这个纳银行吼，这里印度来讲的，这个叫做亿啦吼，这个纳银行叫做亿，就这样讲的，1000万亿的股份，1000万亿的股份，这个纳银行的概念就是亿，印度的话就是亿，就是亿吼。就是讲，你直接加84000万亿那银行股份，咁样讲起来，伊收印地时阵，每一个股份我拢总无互交费，每一个股份我拢有甲重用，所以呢，伊设计重用股份过，就是讲，拢总有互交费对啦吼，所以这是当时咱不得啊，伊对数学的。伊把伊过去收印地物件，讲互师傅的了解。我就讲一下，我念过去，我受念的过去，武力阿星之接，有言定有情，这道就是讲离言定或者一节，这个武力阿星之接是一个足久足长的迄个时间，直接84000万亿资本。4000万亿，迄个咱其他人来解释，甲到这个亿的资本，这话对我了解吼，就讲每一斤的粉，每一斤的物质，迄个时阵我拢总无分配，我拢总重用，设计重用先无分配，就是讲我拢总每一吨物质，一吨粉，我拢重用过，所以呢，你讲话。这看法是啦吼，咱知影，当时苗虎地，苗虎地3立1支，5立1暗，是毋是安尼？这3立1支，5立1暗，那伊当时苗虎地，这阵当时是一个，这阵当时伫迄个当中呢，这两个对这个佛教的理解，这阵苗虎地应该嘛是一个公信作大啦，迄个时阵，这个问答武帝自治国经过世13，这个6章就讲，武帝自治国经过世13，名为什么？有福。那按伊这句话来强调，咱就知影讲，当时迄个言定，这个当时不得，伊所有离不着安之家，迄就是说，你因地所收来物件，叫做真福。就是这方面，所以伊用着这边我过去所做，你听我所做社会偌济的现实，用到过偌济分，拢无通过。以前咧讲道的，伊讲这道的就是要比较下底道的，要比较下底红这道。下底道的怎样讲？来，咱这来练一遍啦。欲求有人，欲求有人。无凹活石，应受持，学上书经，所持功德，故我所重用诸佛，功德，必分不必千万亿分，那计算所譬如所分别。但是咱所譬如所不能及，应该咱就知影讲，这部经典伊的功德，伊的力量偌大啦吼。欲求有人，伊即摆就用着伊过去福德，因为伊受印地的比如后边这段，能受持学上出现功德，欲求有人较出老有一个啦，这个欲求有人。有后活石，咱一定要处理，因为对于福德后边的那自修物件，后5把写上去，有后活石，所以会进化，
1000年，上了1000年，末法1000年，后人讲末法1万年啦吼，不过1000年到1万年，你忘记管你啦吼，反正是听末法啦吼，你个1万年、2万年也是听末法的物件啦吼，啊，所以伊当然伊进化，伊1000年上了1000年到末法叫做道经时期吧，所以讲玉树有灵有凹弯折，末法这个时阵。爱注意，这两句啦，咱学下好，以下来各位提醒。用方面来讲，当地是人不一忽二忽，三数五忽，理性前进，有无两忽，所见自前进。当地是人，不得来讲，你不要一定人，一定人是什么人？就是咱之前的这个人。咱这个有法度人做到这。甚至咱必须要通过惩罚，会当来听财神欢喜。这个人唔是遐个简单，讲到这个啦，咱好啊，即个去泰国啊，去中国大陆，这个去青岛。那去青岛当中呢，咱过时间呢，是拢是去从台北，去从台北，啊到啊无用，啊到进行2点67个，啊即个。点7个，头点4个，后头点3个，啊，有点若讲就讲，听讲的是出问题，师尊、师母的教育，啊是当面讲，讲这个事当中，讲保养